场上裁判郑忠，国家级。红方队员黄德举来自山东平徐，蓝方队员蓝有生来自广西代表队。第一局比赛开始。留下来。先走，我先走这个。我先压。好。啊。留下来。压上。你看啊。发倒地。别往后撤。不要睡了，不要睡了啊！看好了啊！你把台面走上去啊！先压，不要往前啊！先走。好了好了，啊，走后边，走。哎，你也走这个。我。别走！打拳！红方倒地。第一局比赛结束。第二局比赛开始。红方倒地。别盲目啊！红方下台，蓝方得2分。啊，注意啊，注意力切！红方下台，第二局比赛结束。比赛结果，2分胜。2分胜。男子60公斤级第3场争夺进8强的比赛，最终比赛结果，蓝方广西选手蓝有生2比0获胜。